巴西总统卢拉伫咧今年1月中有颁布法令，限制全国的幼稚园到高中的学生伫校内时拢袂当使用手机啊。开学了后，就算学生袂惯势，但是无手机啊，颠倒会增加学生之间互动的机会，学习嘛会较专心。另外，联合国嘛有调查讲，即马全球禁止校内使用手机的国家嘛慢慢有咧增加。入去教室上课进前，都要先登记，再个照班级把手机放落下巴底。巴西总统卢拉1月13签署限制全国中小学的学生伫学校使用手机的法案，规定敢若伫咧紧急危难、健康需求或者是教学有需要才会当使用，而且已经伫咧2月份实施。总统卢拉伫咧签署法案的时阵讲，会提出管制，是因为手机产生出亲像霸凌或者是注意力无集中等等的问题。根据调查，巴西的囡仔平均10岁就有家己的手机3岁以下的囡仔每一天看手机的时间差不多是1点半钟，13岁至16岁，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到4点钟以上。巴西教育部长指出，有真侪研究拢显示，过度使用手机会致使焦虑甲忧郁，所以新的法令还佫包括手机若无伫咧分数边，就会感觉不安的学生，提供因心理的辅导。Foi pouco difícil, né? Mas depois que costuma passa, a gente interage mais, então fica mais fácil depois de um tempo. Antes, com o celular, ficava todo mundo no recreio, mexendo no celular e algumas pessoas brincando. E depois, agora fica todo mundo lá sentado, brincando, correndo. 巴西另外一个调查显示，有2/3的家长支持伫校园内底禁止使用手机当然，嘛有老师认为讲，无应该把手机当作是敌人。有真侪学校甲学生的厝内电脑的资源无够，所以敢若会当透过用手机上网，才有机会创造资讯共享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年底报告指出，全球有40%的教育体系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这个比例比2023年增加10个百分点。包括美国有8个州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那法国是规定6岁至15岁的囡仔禁止伫上课的时阵用手机还有中国嘛限制囡仔上网的时间。公司新闻，新乐会编译。